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真有可能是食毒开车来出车祸。昨暝伫台北的北投，一台黑色的轿车失控，先弄到对向的箱仔车，刷落去爆冲，弄入去边啊超商的顶仔卡，总共是弄倒着16台的机车甲一台轿车。警方伫车顶超出着毒品烟弹甲其他面的树盘，怀疑这个相关是哪数毒哪赛车。 好扯哦！黑色轿车咧搭这个银色箱型仔车，驾驶真的是挡袂住啊！最后这个黑车雄雄冲出去，冲到头前的超商，落入去凉亭仔坎。那是酒驾是真假的？这个黑车车头弄到害了袂顶袂动，超商玻璃嘛破去，边乌托摆嘛被弄掉，佫有留一条真长的挡仔痕，驾驶掉入车内，警察人员赶紧将人救出来。正在行驶的时候，他是从对面，然后很快速的行驶过来，然后就撞上我，然后我被他推死，我被他推得往后退。客人在我这边买东西，加在一寡人是伫我这边。 恐怖车祸发生伫18点外，台北北投中和街甲永兴路口，轿车弄入这箱型车的瞬间，箱型车驾驶呢一直打东啊，现场拢是冒烟散雾，其他过路人赶紧走。39岁姓陈的驾驶毒品放动来前区，这一个弄去伤到边啊一台箱型车甲16台乌托摆，警方需要伫车内抄到毒品烟弹等等的毒品，初步判断有可是食毒品塞车。陈姓驾驶受伤送医，酒测值为0，目前住院就医中。 另原警于车上查获依托米脂烟弹1颗。乌托摆停伫超商前嘛被弄，真个车主赶到现场真无奈，会要求嫌犯赔。这摆敢若又果是食毒品塞车造成车祸，显示讲毒品的问题要赶紧解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